政府公布首份中醫藥發展藍圖，涉及領域分別係中醫服務專業、中藥發展、傳承文化及走向世界。民建聯及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歡迎政府吸納我哋唔少建議，從多渠道提升中醫藥服務。藍圖首項嘅目標係要確立中醫藥嘅治療定位，我亦都認同呢個方向，善用中醫治未病優勢及制定中醫優勢病種清單及基層醫療發展項目，令市民健康獲得更大保障。另外，藍圖提出建設香港成為中醫中藥走向世界嘅橋頭堡，我早前亦都提出類似建議，因為香港有良好嘅研發基礎、銷量網絡，加埋香港中藥檢測中心亦都投入服務，呢個絕對可以助力中醫藥走向國際，亦可以為香港經濟尋找新嘅增長點。